今啊，继续来看民进党立委的初选正在进行。本地现任的议员何柏文要选新北市邦桥区的立委，最后是退出，讲要来支持立委张宏禄。目前有36个选区已经协调好势，后礼拜做民调，5月底完成提名。民进党团结胜选，民进党团结胜选。 市议员、立委要北区协调小组成员条规白热化团结，民进党2020立委初选登记3月底截止后开始协调。新北市邦桥区立委张宏禄要连任，也过拄到新北市议员何柏文的挑战。为了板桥，为了新北，为了台湾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。竞选、退选都是新全台湾。退选不是结束，而是另一个全新的开始。 讲到后天，经过协调，何柏文退出，全力支持张宏禄。也我看得出来，何柏文的心情依然真沉重。两人伫对决的时，真济动作。为支持张宏禄，拜托你。张宏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子弟兵，邀请伊拍片斗吹票，或者何柏文伫面帖顶面写讲，心先阁感动。即马胜选上重要，个人的生涯放一边，民进党立委初选协调伫今仔日结束。 53个选区当中，有36个选区已经确定是同额的提名。我们这个礼拜之前都是在协调立委，总统都没有任何进度。再来将进行立委初选的民调，5月22公告候选人名单，正式备战2020的选举。